真高兴，因为我真正是决定我人我讲，咱来报告这个心得报告。对于报告当中呢，可能是最不足的所在，而且是来做一个考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咱来学这个道理，因为咱就是以前咱无下标嘛，你早前人讲，以前拢安那，需要拢爱学这个道理，但是咱呢。过去就是不记，就是不记就是过去，咱都无法度学这个。所以咱呢，为什么一比赛再比赛，咱拢爱来遮来学习，他吸引因所有来这评鉴，要安怎讲各节准则，各节准则，咱对安尼来去做。较早呢，两只小花猫、小白猫对啦，这只小白猫呢，做爱佚佗呢。因逐工呢，就安尼四界行，四界佚佗，伊就安尼靠骹行，行到厝尾顶。因为较早的厝顶呢，有种的烟囱，咱这两只小白猫呢，来生在那烟囱边仔，有两只啊，你也挂落去了呢，这两只就爬出来。但是咱来想，有一只呢，第一只挂落呢，这只过家啦，过家规身躯乌密嘛。但是这第二只呢，伊若无啥高定，身躯就较白。那咧，咱请问在座各位先生家己，是倒一只伊会去洗身躯？是这只过家规身躯乌密嘛呢？还是这只无啥开过的这只小白猫会去洗身躯？伊个答案呢，就是啥？就是这只无啥开过的这只呢，毋是，是这只较开过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讲，因为这只过开过的呢，伊看到，毋是，我讲毋对就歹势。就是这只呢，小无过开过的呢，伊看到啊，伊看到对面这只过甲规身躯的乌密嘛，伊想讲啊，若我甲伊同款，我嘛是过甲规身躯乌密嘛，我来安那，我赶紧来去洗落身躯。安尼啊，较袂用心。但是这只过甲乌密码的呢，伊看到伊对面这只呢啊，拢无啥开过就对啦。伊是讲，啊，你我嘛是共款，我嘛是共款啊，无开过，伊就是共款继续啊，继续去佚佗。但是伊佚佗呢，大家拢啊来指指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家己毋知伊家己会死。你咱嘛是共款安尼。因为你若讲咱唔对，咱讲啊，你这唔对，我这我也唔对。当然啦，一切都是别人的错，我啦，咱拢无唔对。所以讲呢，咱修得了，有啥物咱老师讲修得修心，重点是咱这个心。咱的心，咱无要紧，无借着经典来燃烧、来燃活啊，来燃生出动啊。然后呢，咱的这个垃圾，咱要让我都变成气体。所以而且我做这个内容，只要咱有本是咱地位上的班，还是讲咱中心的班，咱大家啊爱手牵手，大家啊来尽咱家己一份的心力，嘛是为着咱家己在社会内底这条路上啊，家己为家己来打拼来努力。以上是我爱报告。